識型經濟係香港未來嘅希望，創意、科技同埋商業呢三塊基石缺一不可。創意同科技係支持香港發展嘅兩支推進器。為咗令推進器有更強大嘅動力，國際創意及科技總會就將科技、教育、法律、音樂、電影、動畫、漫畫、設計同埋商業方面嘅精英組合起嚟，成立一個非牟利組織，致力打造一個平台，令創意、科技同埋商業三方面嘅人才可以交易交流，製造商機，推動香港發展。咁我就做陶笛嘅，咁就希望多啲人認識陶笛啦。我嘅夢想就係創造一個機械人。我嘅夢想係拍攝一部電影。我需要人哋投資我計劃㗎。我想出一本書，需要出版商嘅支持。我希望創辦我嘅個人影展。我希望出到個人嘅唱片。要維持香港優質品牌之都呢一個金漆招牌，需要創意、科技同埋商業三方面嘅人士通力合作。創意產業嘅一大出路就係配合科技發展，要令香港嘅創意產業領先全球，帶領潮流。香港就需要一個空間，俾創意界嘅朋友同埋科技界嘅人士互相交流，擦出火花，令香港嘅科技研發有一個應用嘅平台，亦令商界嘅人士能夠由呢個平台裏面發掘新嘅商機。國際創意及科技總會會同你攜手開創一個又一個嘅機會。我大個想做漫畫